嗯，很不容易操作。你看 USB 的啦，连那 ET 灯啊，灯珠啊没有坏掉，竟然是那个电线坏掉。用那个手机的电源线的那红正黑负正负线去碰那个正负极，还有去碰灯珠的检测那个灯珠有没有坏掉。这个它也不容易操作，太细了电线太细，弯掉你看，不容易操作啊。得来不易啊，不容易看到呢，显近视这个这么细的电线呢，有看到真不。